又話係去海洋公園下水禮嘅，搞咩入到去成個迷幻派對咁款㗎？其實呢個係下水禮嘅重頭戲迎戰，係一個用熒光色做設計嘅水迷宮，唔止設計靚，仲有埋強勁嘅音樂做背景，入到去真係好有氣氛㗎。呢個花花世界係第一個區域，有熒光立體花之外，四圍都係射水機關，真係入場唔夠5分鐘，一定由頭濕到落腳。其實成個迷宮總共係有5個區域，行晒嘅話最少都要用15分鐘，其實都算叫幾用心打造㗎。入到去究竟點玩嘅呢？見 model 拎晒水槍，梗係唔係自己帶去㗎啦。其實一入到場，大會就會派返水槍同眼罩俾你打水戰。入到去四圍都係可以 refill 水槍嘅水池，唔使怕冇水玩。不如一齊聽下 model Becky 講下玩完迎戰嘅感受啦。Hello， 你哋好，我叫 Becky 啊，我啱啱去完海洋公園參加個下水禮迎戰啊，真係好刺激啊！裏面全部都係熒光啦，同埋啲工作人員會突擊你㗎，搞到你一定會成身濕晒㗎。同埋呢，你一定要着住泳衣打底咯，如果唔係呢，真係會扣晒㗎。